好多人聽到法科師傅第一個反應就係老土。點解一個90後嘅年輕人會選擇做一個法科師傅？我係道道師傅，我係 Poetic Chapter 嘅中式法科。我係一個90後嘅年輕人，好多人都問我點解咁後生就會揀做師傅，因為我覺得老係人行出嚟嘅，傳統唔一定代表要守舊。我三不做：一不批命，二不改名改電話 number， 三不睇風水。因為我唔相信人生係幾個數字就決定到，更加唔相信你條命一出世就整定。點解我唔做批命風水？唔係呢啲嘢唔準啊，而係有時你聽完之後，反而你會困死咗自己。我幫你做到嘅嘢就係要打開新一頁，自己嘅故事自己寫。其實做玄學師傅咁多年呢，成日最常見嘅就係啲人爭少少，但係當佢哋補完呢少少之後，達到佢哋想要嘅目的，佢哋嗰種滿足嘅程度就係對我最大嘅一份禮物。其實拜神師傅呢個行業都已經算係一個夕陽行業啦。咁所以我咁後生出到去，成日都會俾人因為年齡而睇唔起。咁所以有一個朋友介紹咗我入去 BNI Poetic， 同一啲大企業嘅老闆相處耐咗之後，佢哋終於願意俾一個機會我展示我嘅才能。但係呢啲係啲乜嘢機會？就等我啲會友就同大家講啦。咁我嗰次同我個客人做完呢個儀式之後呢，咁個貨期呢就準翻晒好多。咁佢幫咗我嘅藝人啦，用一個好優惠嘅價錢做啲儀式之後啦，順利可以傾成到呢個合作。自此之後咧，我公司就多咗一個新嘅服務，就係可以配合傳統嘅玄學同埋創新嘅設計。玄學本身其實就係古人理解世界嘅方法，但係而家好多人反而會俾玄學困住。我想做嘅正正就係幫你打開呢個框架。